咁各位呢，而家50M 呢，我揾翻佢嘅屍骸先。咁即係佢呢度係已經呢個即係佢而家呢又出咗個通告咯，跟住呢我都唔知係咩咯，嗰個通告佢係咯，呢個通告啊，即係呢呢度去屯門站就係第一條路線就係青田、撈富嶺、和田、迎豐園、田樂樓、田裕樓、石牌、鳴琴、消防、屯門消防、屯門，跟住第二個班次就係呢個青田、撈富嶺、和田、迎豐、田樂樓、田裕樓、石牌、鳴琴、屯門消防 C1 出口，應該知道我講咩係 C1 出口啦。我應該冇 C4 出口嘅，如果都真係講 C4 出口嘅話，咁咪知係嗰樣嘢 C4 炸彈。咁回程呢都係比較簡陋少少呢，即係屯門站消防局鳴琴、石牌、新圍、兆邦、寶田、和田、撈富嶺、青田。不過其實呢3個站呢冇人上車嘅，所以呢佢呢5蚊呢係賺唔到咯。其實我想講，同埋呢呢度呢我就會講呢，佢途經呢個呢啲學校嘅嗰啲路線青田、和田就係廖烈靜，落車青田；寶田嘅就係志豪，落車和田；田景良景就係夢黃花玉、方黃錦泉、何秀基。跟住夢黃花玉同方黃錦泉就喺田樂樓，跟住何秀基呢就係田裕樓，跟住石牌大興有啲多啦。咁我做好準備先。好，落車嘅呢就係服務石牌大興呢度嘅嗰啲學校，就係純德書院、宣道中學、8周年、呢個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，跟住東灣、陳王、淑芳、馬登、莊義，跟住呢個恩平工商會李林明中學，鳴琴山景就係田家炳中學、道教青松、梁王偉芳。屯門站就係呢個呂門才中學啦，應該都知㗎啦。咁呢3個學校呢，應該都知嘅，你哋。好，咁我都唔想嘅，唉，真係唔明點解城巴要搞呢個措施出嚟，唉。咁呢個通告都好似有啲耐咯喎，話佢話個開始時間係24年3月13啊嘛，朝早6點開始。如果佢個完成時間呢係8月31號嘅夜晚6點呢，我直接夜晚唔瞓覺，係啦。佢呢度佢其實呢個通告呢，我覺得對我冇咩利用價值。咁
係啦，呢個通告睇到眼都花啦。咁係啦，咁都5分鐘啦，唉，唔想講啦，講到口都臭埋啦。唉，仲有行車時間咁我計一計先啦。佢去屯門站22分鐘，呢度就嚟23分鐘，咁即係全程行車時間45分鐘。如果之後呢，冇之後啦。咁如果之後改革咗之後呢，我得閒呢，可能就會去坐下改革咗之後嘅50M 嘅。咁都係嗰句，之後先算啦，唉，橫掂呢啲嘢都唔係你想話就話。咁我陣間即係陣間過咗11點半個尾班車之後呢，跟住我凌晨呢再拍一拍睇下呢，係咪真係改咗先？咁距離而家12點，即係24點，仲有4個鐘頭，唔係，3個鐘頭24分鐘，即係凌晨0時啊，3個鐘頭24分鐘，而家就23分鐘。好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